不幸的话，被两光红已赶滚走。现在野当归当着公山12万分的调集。师傅啊，你叫红光走去，是安怎咱三人斗阵，咱唔讲咱干讲咱师傅，这是哪想哪奇怪你呢？咱师傅都徛伫红眼遐嘛，啥物红眼？红的目睭啦，红老目睭是安怎？哪会干讲咱师傅？我一圈遮大圈徛咧遮，伊哪会无看？下当过你黑白讲，我咧红有目睭。是啦，迄风的中心嘛都风眼啦，哈！咱师傅望眼三五都无看，那边啊，头我多，赶紧来找师傅。我看吼，来看拄着迄个沙魔怪客未？那沙魔怪客哦，这个沙魔的代志伊较会知咧。哦，要为安怎这个亮光风来跟咱师傅咧甲问，伊看会知无？多心哇，好，你看，风沙满天啊！哦，迄白菜的款呢？哎呦，啊，毋是，好佳哉。哦，迄大旗出现沙魔之霸铁丝汉呐，这班好人诶，专门伫咧收伫遮流库你咧，看卖咧。邓国伊这个沙魔之霸铁丝汉，名当着数百名的扫动军，特别收拾这流库喷火龙。双方在万里误杀之中已经。枪对枪，剑对剑，一触即发。双方大战，风沙漫天，剑过如雷。对面野当归甲黄山，看你目定口呆。大战经过3、4个中班，我空中红光闪烁。现在赤火神军启动着这个喷火龙流库之手，特别使用着流沙剑气来决着达旦扫动军沙火之霸铁丝汉。哎呀，退兵啊！哦，退兵啊！哎呦，赶紧杀转啦！非常不灵，达旦扫动军沙火之霸铁丝汉500骑已经全军覆没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实在有影扣这个狗影气死！阿霸王天生有劫，三人大战3小钟，经过数百回合，也未分胜败。请出手，各位请出手吧。按照大人，你莫插啦，我也无将这3个小和尚甲伊境界绝对命令。哎呀，请出手吧。哦，出手。3位小僧为什么甲天生当着如劫阿霸王的争斗呢？哎呀，按照大人有所不知啊。若讲这3个高囡仔是非常搞怪，你唔通看安尼呢？唔是讲老汉爱改计较啦，根本所作所为啊，伊的言行非常的奇异啦。要讲无代无志，讲要来见大人呢。一个唔互伊入来，吼！3个庄主叫拍甲呢，东倒西歪，所以阿霸王看来受气，这个阵啊甲伊争斗，阮2人我来参加就对。哦，3位小师傅有啥物贵事吗？哈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对。因为我就是害着老和尚，老和尚叫我掠去，良心未当过，所以呢，才来禀告大人啊。伊甲查咧，唔肯我入去，这是无道理啊！哎呀，3名小师傅有所不知。现在这兵人当着蝙蝠龙变色狐狸的争斗，精势紧急，因此玉柳山庄戒严伫咧，任何人得要入来就是不准。何况你这么暗，难怪讲因众人不肯互你进入呢。哦，安尼啊，安尼是双方大家误会啦吼。小师傅，什么法号呢？我老早1块1元啦，1元叫1块啦。我就是5角的。
哦，1块5角3分，大真笑亏。你拄仔讲什么代志？啊，我做害老和尚哦，你咧草群遐，啊伊讲叫我唔通讲啦。啊吼，遐王爷部下一个对来，伊讲有看到老和尚无？啊我食菜人吼，袂晓讲白贼话，啊都怎啊甲钻出来呢？哦，如果你害老和尚被擒，已经亏待你的良心，那你就设法自将这个老和尚给救出来，安尼就不亏待良心了吗？可以是可以啦，啊不过，不过怎样？听讲你这个大明朝第一位的女暗杀大人文武全副，啊我想讲这边问你几个问题，假使你若答你卡，答你喵，安尼我无条件去救老和尚出来，啊若是答袂到啊，迄就免谈咯。好，请你出题。阮三个人有派6支宝剑啦，这6支宝剑什么名？价值偌侪钱？白虹、紫电、辟邪、流星、清明、碧礼，这就是5王玉剑。对，价值偌济？讲价值甚，这真歹讲啦。掩三香而单价，得千户以听声。讲起来，这是无价之宝啊。哪有迄个无价之宝？因为咱这个世间，人的性命上介宝贵，有人看这个宝剑甲人的性命同款重要，为之无价之宝。一首诗伫咧讲：英尽八六炉，虎丘壮鱼强，六甲必金中，高峰三尺重啊！是，因为真四皇看这个宝剑也非常重要，因为是汉高皇有一天，伊的身躯重症的时阵，特别要求着这个变足先生该医治的正伤。变足先生讲性命是可以医啊，但是这个宝剑是无可救。迄当阵汉高皇真生气，伊讲我以报医，持三足剑出天下，非天命吗？我命乃在天，虽变足好用呢？伊就感觉讲这支宝剑比迄个变足医生较重要，安尼生气。所以呢，这变足先生才甲伊会唔对，赶紧甲伊医治。你认为讲这都是说无价之宝？所以，甲性命并重要的物件叫做无价之宝。有理，来，听听啊嘿，老不老，孝不孝，修不修，好不好啊？这4句啦，也互你安尼吼，吟一首诗，也阁有下这个意思的。安尼是？对啊。太公80二文王，老不老？甘露12为宰相，孝不孝？闭门而独自吞，修不修？开了门大家食，好不好？小徒儿听无，我敢若笑。我哪会听无？我听有，你讲来听我卖哩。好啊，太公82文王，讲老嘛无老啦，对，伊拄仔初出世尔，也甘露12位宰相，讲伊细汉，也毋过伊官嘛做真大，孝不孝？也闭门而独自吞，讲见笑嘛是无见笑，开了门大家食，讲好，嘛是毋好，互别人食了了。狗屎呐！你阿霸王本来无输咯。了了，来，阿霸王，请忍受吧。我再来吼，来，大人啊，即摆用对联咯，最后就对啦。你若对着，阮3个人就来救老和尚出来讲。好，请出题吧。人类人相识，人人与人人，人间胜人出，人人敬其人。我要对哦。好来，人君人上人，人人人下人，人与人人等，人人尊一人。赞，安尼好，行，来救老和尚。去互这囡仔气咧到地偏空就空壳。3位小师傅，就是恁报告这个秘密，所以才会当抓到这个老和尚啊。因此，本王非常欢喜，预备所在招待恁3位。无营养啦。
无油无狗无茶无草，啉一寡硬菜水，尻川皮肤好。这，也若无到底什么物件，这适合恁三个小师傅指记呢？阮三个人一人爱食物件，我爱食牛排，我爱食鲜鱼，我爱食佛跳墙。佛跳墙，这款料理拢毋捌听到，哼，明明是怪小精。王爷，安尼啦，我来甲你吟诗作对啦。假使你若是对会着，阮拢无爱伫即个所在甲你打扰。假使若是对袂着啊，你就爱将我一个要求。你到底什么要求嘛？你都将我一个要求就好啊啦。好啦，本王在过北斗，做对做事你这个囡仔，迄我嘛就唔相信啊。王爷，你答应的代志吼，一定都要实行哦。是啊，本王一诺千金。对，一言九鼎吼。来，我即摆做这个队哦，足深的啦，足绝的啦吼。做来，无妨之事。一个剃头的要去学剃头的剃头，行到剃头店，看到剃头的，你甲剃头的剃头，还迄个剃头的说扫兴头、翻头，无爱学剃头的剃头。剃头的50外个。无啦，什么50外个，3个尔啦，这是对啊了。来，按就对嘞。一个剃头要叫剃头的剃头啊，行到剃头店看到剃头，你甲剃头，还迄个剃头说扫兴头、翻头，无爱学剃头的剃头。想遐尼久吼，安尼答袂出来，安尼就是算你输啊。我输是我输，但是你当期敢徛就爱敢倒。会晓徛就会晓倒喏。你明仔对。好，我教你啦，对听哦。这就爱对安尼啦。一个做戏的要去请做戏的做戏，行到戏边骹看到做戏的甲做戏的在做戏，害迄个做戏的感觉比戏人怎安尼吼，无请迄个做戏的去做戏，煞毋知？趣味啊！安尼好啦，我将着你的意思，你到底什么要求？我这边要求老和尚吼，赶紧甲放出来。什么？老和尚先了袂着，搁甲伊放出去，安尼本王未免最后太矛盾。你拄仔讲的哦，讲一言九鼎啊。你是皇亲国戚呢？你是言啊，咱会笑呢。保定严格举行，君主可替。来人啊！将迄个老和尚甲放出来啦！放出来了。我贵个，就要抬你就抬啦，要斩你就斩啦，莫拖入啦。行啦！好啦，我出来啦！要处理啊？是啊。好，出来。实在有影的气势，明明新头脑来逼我的老宋叛。哎呀，主公何必动怒呢？起码轮到变色狐狸的出头咯。你们是叫我正式人牵引我去达到恁阿妈的肉汤。你咋安尼讲？无，我比咧超群，叫你讲唔通讲，你就拼命甲我抓出来，害我叫人杀去拘留。即马你又搁救我出来，无你这到底是咧创啥啊？你是咧创啥？我是明明欠你的钱就顶解甲你压剑嘛，迄爱你好，你就去甲我报官，害你咪甲你压价。煞毋知影讲何做用嘴咬家骹，用手就乌白衫。命我鬼个！你就偏偏在要害我就对啦吼。迄都毋通安尼讲啦。你看卖，威风凛凛呢，杀气腾腾呢，看卖咧。两个君王呢，恁大家听我清楚啊！地为地，不地为不地，是地啊！我就是先帝啊，老地母。嘿啦，我恁爱晓，因为有晓老地母。嘿，什么老地母？
姓老名朱某。各位，方才这两个人都是君王啊！这双个君王都是要去收治阿霸王，即马去王建王死期。行啦，意思就是讲，因两个去哦，一个甲伤，啊，一个甲死算。走，哈，乌鸦嘴，乌鸦嘴，见我嘛对，一个甲冲去，一个甲刺出去，冲去，哦，冲去胜利，哦，我都相信，一个甲伤算，啊，一个甲死算。哈哈呀，免大争论啦。吼，你讲我做老猪某？毋是啦，老猪某。哦，或做老猪某。金风未动龙仙阁，暗藏无常死不知。你讲这是安怎？你家己的代志都毋知咧，别人未来的代志，你也断会准啊？我家己的代志是安怎，我也毋知。要无老和尚要甲你推，你敢会知？因为要甲推就毋知，佮大转地头皮走无油，看对毋对？哦，伊也知安那？阿公这边甲阿爸王上山呢，我无等下甲看卖要来用哩。对后壁甲扛一扛，便去走了。你真好打！来到这个玉柳山庄向我阿霸王单挑，文下不败无名之将，岂不是西山君王牛大兵呢？我就是南山君王敖天辉。安尼好，单打独战，我若败，暗杀献互你啦。你若败，还拜我做师傅？可以啊，来吧！阿霸王这边使用三合气功应付着西山君王牛大兵。哇！哎！这个九龙饭汤啊，敢来向阿霸王挑战？这是阮师傅六合教我的，安尼我才使用1/3尔咧。3秒做六合，爬起来。药啊，照落。我来解说这个六合给你听。好了，师傅，帮你解说我听。天地四方谓之六合，风之正理六合，手之即藏秘密。养天地之正气，育四方之万灵，修中人之精神，一忍制怒。安尼，咱也毋知。知啦，你知过北斗呢，师傅。这个人册读偌济哩？徒弟，师傅，爱接受我的指挥。我知。去顺山。顺命啊！收两个徒弟嘛袂歹。来啊，严守玉柳山庄啊！六合离开到外乡了后，暗杀未防如，每日虽不合眼，颠转反侧，担心着六合的凶险。大人说是中了，大人不管，来啦，大人都赶紧来找大人啊，找我买了，行了。父王千秋，千秋。百姓什么事情吗？父王，咱受君俸禄，为君担忧，安尼才叫做忠臣呐。父王，亲像这个忠心耿耿的女暗杀未防如，这实在是令人敬佩的一个正气参天的大人。
为什么父王将他擒束监禁在土牢？那安尼，私设刑期是毋是违反着国法呢？杨幂，少年人捌什么？父王啊，咱知法就要守法，千万不可听信邪言，来铸成大错，反悔莫及啊！啊，无你的代志啊！王爷，你有所不知，这都是你的囝事。当然啊，早2、3工前，在花园的所在，甲我戏人，特别看。什么？甲你戏人也不样呢？啊，好佳哉，都是军事教育啊，若无我就失职了。可知心啊！王爷、主公啊，你千万唔通听信谣言呐！无这款代志，我做你的奴才做这么久，哦，我这个朱阿九咧，一心都是破心肝火咧，互你食的。我是一个对主尽忠的人，若是讲阮侄子哦，绝对袂做这款代志。这个奸匪乌白讲主口。王爷，这两个若无甲伊赶出去，咱两个幸福会叫破坏去啊！安尼好，来人啊！将侄子甲这个老罗朱阿九拢甲赶出去！出去啊！出去！边王家千秋已经甲伊赶出，安尼好，爱妃，你免伤心啦，伊比庆功宴，甲你庆功。多谢王爷千秋啊！我来留个喷火龙杀戮啊，名动3000，或者留个亲近势力，胜于日日，你要光华玉柳山庄。这方面，西山军王、南山军王，人着三庄主，名动这庄丁奋勇抵抗华迄个阴谋。哎呀！上方点解上大混战？刘婆多杀着古古只不见其所呀！避掉！替阮江湖8年避掉再度出现了。避掉又搁讲笑了，避掉听到朱宅主朱阿九所讲这个苦情了后，伊到底在要